好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陳生啊。上次咧就教咗大家唔同嘅動作啦，而上次用嗰條橡筋帶，大家記唔記得咧？係闊身少少嘅，嗰條就闊身啲啦。今次咧呢一條就係環形嘅橡筋帶，咁唔同嘅橡筋帶啦，做個動作做起嚟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嘅，但係啦個功用都係一樣嘅啫。大家記得啦，橡筋帶嘅特性就係越厚實就越難拉，阻力越大嘅；越短同樣啦，阻力都會更加大嘅。大家訓練嗰陣時咧，可以利用橡筋帶呢個特性啦，嚟提高自己嘅成效。越短啦，訓練強度咧就會越高嘅。咁因應翻自己啦，可能稍後嘅動作自己調校翻個長短，咁就令到訓練嘅難度上升翻或者減少翻，從而鍛鍊翻自己嘅肌肉咁樣嘅。好，事不宜遲我哋今日嚟做第一個動作，就會係推胸練我哋胸部嘅動作。咁啦，首先咧，我哋要調繩我哋盡量揸喺正中央先，穿過我哋手指公嘅位置或者虎口位置都可以嘅。然之後啦，就要搭過我哋背脊。有啲人啦會選擇喺手臂出邊，又或者喺我哋腋下。咁樣嘅方式都可以嘅。兩個動作分別啦，就係喺手臂出邊咧就會長少少啦，條橡筋帶就會韌啲，會個阻力大啲。但係如果喺入邊咧就相反啦，就短啲啦個路程，同埋啦佢就會安全啲，唔會做下咧就揈咗出嚟，揈咗上嚟咁樣嘅。好，我哋以下落嚟啦就會選用兜過我哋腋下。咁啦，大家做嗰陣時每下我哋會做15分鐘，每15分鐘啦就會有一個少少嘅休息咁樣嘅。好，我哋一齊捉住條繩，確保到條繩盡量喺我哋上背位置盡量靠上啦，拉咗上嚟啦。之後啦，我哋兩個拳頭繼續向前邊，手踭微微打開，唔好拍晒埋嚟，少少弧度。拳頭繼續向住前方，然之後用力嘅時候呼氣，一放鬆，二放鬆，三放鬆，四放鬆，五放鬆，六放鬆，七放鬆，八放鬆，9放鬆，10放鬆，11放鬆，12放鬆，13放鬆，14放鬆，15好。咁咧，大家做嗰陣時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做嗰陣時係要配合埋呼吸。因為啦，呼吸嗰陣時，我哋呼氣係身體會用力，咁配合翻個動作，咁就避免到我哋軀幹入邊係放鬆嘅。咁呼氣啦，咁我哋就會用力咁樣全體咧，咁就會一齊有推出去嘅效果會更加好。大家留意一下自己推嗰陣時係咪個胸部有感受到嗰個張力啦，最好啦，推嗰陣時唔係一推完就即刻鬆啦，我哋盡量要控制條繩，慢慢嘅上落。好，第二組再嚟啦，如果覺得啱好輕鬆嗰啲，咁可以啦，捉多少少，捉多少少，咁樣捉住，之後咧又再推出去啦，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。咁啦，同埋我哋做嗰陣時咧，盡量要求自己啦，係
背脊少少挺直嘅。推出去嗰陣時，我哋淨係手踭帶動我哋個拳頭向前，唔好個人會將膊頭推埋出去啊！千祈唔好。咁我哋淨係集中於我哋手前臂係前伸就可以。好似啱啱嗰個揸法，可能大家會經過虎口咁樣揸，仲要揸住啲啊，佢嗰個拉扯到個虎口會痛嘅。咁有啲人咧就會選擇調翻轉喺拳頭尾呢度就豎翻出嚟，咁都得嘅，但係咧就自己要揸得再緊少少啦。好，第三組，今次又轉個揸法試下啦。嚟，開始拉翻上嚟啦。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咁我哋仲有一組嘅，咁我會選擇側面俾大家睇一睇我個側面啦，究竟個背脊係點啊？會唔會推咗個膊頭出嚟咁樣嘅？咁我哋休息多一陣。當休息嗰陣時，大家會覺得心口可能做完有啲緊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兩隻手擺喺後邊，或者去縫牆咁樣挨住，然之後感受下胸部呢度嘅拉扯，左右兩邊都可以做下。深挖苦啦，直接係用手按壓下我哋個胸部，順住佢啲紋路、翼紋咁樣撥下我哋啲肌肉，咁都可以嘅。好，我哋試下打側坐啦。我打側坐，你哋睇一睇啦。咁條繩啦，我會繼續採用下邊嘅揸法。好，手踭繼續打開啦，條繩拉翻上嚟。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呢一個就係我哋第一個教胸部嘅動作。好，跟住落嚟個動作啦，我哋就會教背部嘅。我哋之前就練咗胸啦，依家就會練背啦，平衡翻個肌肉啊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淨係練胸嘅話咧，當前邊嘅肌肉越嚟越發達嗰陣時，我哋就會造就咗寒背噶啦。所以咧，我哋要平衡翻啲肌肉，咁我哋要練翻背脊長少少，咁就會平衡翻嘅啦。好，我哋同樣啦，都係會用呢隻環形嘅橡筋帶，咁我哋捉嗰陣時咧就會4隻手指兜過我哋呢一條橡筋帶，然之後會勾住嘅。咁樣啦，我哋呢個動作咧，我會側身咁樣示範俾大家睇。首先我哋會坐喺凳嘅邊緣位置，但係要坐得穩啊，揾一張可靠嘅凳坐啊，千祈唔好揾嗰啲圓凳啊或者摺凳。咁嗱，我哋就會我哋一開始做一個簡易版嘅，就會一條咁樣踏住我哋腳掌嘅中間啦，然之後揸我哋近膝頭哥嘅位置，一開始放鬆少少條繩
隻手就去到膝頭哥個位置，咁就捉住條繩啦，咁樣可以揸埋其他繩尾嘅。咁然之後啦，個人少少挺直，腳繼續用力頂住條繩，然之後雙臂少少向我哋背部拉，手踭向後帶，之後翻返嚟，咁就為之一下啦。千祈唔好做嗰陣時啊，手踭打開拉下，我哋唔使驚，我哋淨係需要向後帶一帶，貼住我哋個軀幹。總共啦，我哋會做4組嘅，每組15下。好，咁我哋預備開始啦，條繩可以揸實少少啦，自己。好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大家都睇到啦，我啱做嗰陣時咧，個動作個速度啦都係一致嘅，而唔會係1、2、3、4。我哋要着重啦自己背部嘅肌肉啊，感受下佢用力，每一下都慢慢拉佢埋嚟。落嗰陣時慢慢放鬆，利用我哋背部嘅肌肉進行一個對抗。同埋做嗰陣時啊，軀幹咧盡量唔好有搖擺嘅動作。啊，搖擺咧就證明我哋係借緊力嘅。個人定少少，留翻少少氣，留翻半啖氣喺個肚仔嗰度，挺起個人，唔好過度咬腰啊！我哋淨係需要佢輕輕坐直就得㗎啦。好，再嚟啦。跟住啦，如果大家覺得好輕鬆嘅，咁我哋就可以拍住啊，成條繩放喺鞋帶啦，咁就會採用一個好似划艇機嗰啲咁樣捉住啦。咁我哋4隻手指捉住條繩，然之後啦，個人繼續坐直，同樣地去將我哋手踭成隻手貼近我哋貼埋嚟，咁就可以啦。好，我哋一齊嚟咯喎，做15下，嚟啦，控制住佢上落啊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之後啦，我哋放鬆嗰陣時，咁條繩就可以攞翻出嚟啦，個人就放翻鬆咁就可以㗎啦。記得做嗰陣時啊，我哋可以當大家做得耐嗰陣時，可以試下我哋送多少少背部嘅肌肉向前，但唔係咬腰喎，亦都唔係過度彎腰，係少少俾我哋肩胛骨向前，然之後肩胛骨啟動咗，向後帶咗，我哋隻手先再拉翻嚟，咁就可以啦。咁樣咧，一開始咧，大家淨係需要知道隻手向後帶，感受多一啲背部有攰嘅感覺，咁就可以。好，再嚟啦，第3組，繼續捉住。好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
可以翻嚟休息一陣。咁啦，大家記得啦，做嗰陣時控制住隻手嘅上落。雖然會攰嘅，咁我哋攰可以點咧？即係可能用兩條繩好攰喎，咁咪轉翻啱咁樣一條繩咯，係啦，唔一定要係去到兩條繩，同埋我哋記得係循序漸進就可以啦。好，我哋進行埋第四組啦。好，預備好，開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呢個動作就完成啦。大家記得量力而為，校翻自己適合嘅重量強度，咁就可以㗎啦。咁希望大家啦多啲睇我哋啲片，日日做，身體好啊！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，堅持做運動啊！